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初6，旧历正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日本的游览船船石公主号又搁加查出10个人抵着武汉肺炎，其中搁一名是按台湾去的负责人。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进前迄座武汉的专机安排了完全走正，伊搁只是过来定着爱政府对政府落去打合。Turkey 这国伫咧2月初5发生有无人机冲出跑道外口，断咗3过的意外事件。观众朋友，咱大声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人数，到下晡2点上盖新统计出来的患者有偌济？中国目前有28000过66个病人诊断确定，治病过访的有564个。啊，香港有21个病例，其中1个不幸死亡。咱台湾现此时确诊的病例是13个。亚洲这边目前是日本45个患者上介济，泰国25个，新加坡28个，南韩有23个。地球南半边的澳洲嘛有14个。啊，另外西洋国家这边面，德国有12名病例，美国12个，法国6个，加拿大嘛有5个诊断确定的患者。来看日本晓得咧约克哈马海边迄只游览船船石公主号，船顶的人客经过一一检验，早起又搁加查出10个人确定治着武汉肺炎，其中搁一名是今年60几岁，按台湾去佚佗一个嘛。另外，日本国内昨嘛搁新增加2个病例，目前患者计共已经有45个咯。船石公主号晓伫咧港边，会当看到地面有车豆豆驶过，准备要补给船顶的物资。拄初3暗时，伫咧约克哈马港外海靠港的船石公主号，船顶因为捌载过有感染武汉肺炎的香港游客，初5确认有10个乘客甲船员去互挖着肺炎。初6早起新出来的79个检验结果内底，各有10个人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分別送去市内川5間病院治療。船内で必要となるマスク等の衛生用品や医薬品。生活物資の支給に加え、今後、医師や看護師等を派遣し、乗客・乗員の健康の確保に万全を期してください。新确诊10个患者的国籍分别是4个日本人、美国2个、加拿大2个、纽西兰甲台湾拢1个，其中台湾的患者是一个60多岁的负责人。台湾外交部嘛保证讲会尽量来斗3天，伫咧邮轮顶悬的台湾乘客，帮助因度过隔离的14天。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接触到本人，也不知道他本人的意愿啊，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了解当中。如果说我国乘客里面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就透过这个船公司呢，希望能够迅速提供协助。另外，日本国内伫咧初5嘛新增加2个确诊的案例，分别是顶个月底去千叶佚佗的中国武汉游客，还有住伫咧京都的中国籍查甫人。因为这个京都的患者过去2礼拜无去过中国，怀疑讲可能是因为做工课去接触到中国的观光客来感染，这嘛，互日本国内病例增加到超过40人。而且伫咧邮轮内底嘛，小连续发现新的患者，互民众烦恼讲邮轮就那就是一个大型的细菌培养室，佫会继续来增加感染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只船石公主号验出来的患者愈来愈多，咱国已经宣布禁止国际邮轮来台湾挖环靠港。咱嘛来关心下晡2点上盖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但是中指挥官伊讲，国内新增加2个诊断确定的病例，一个是40几岁的男性，另外一个是20几岁的女性。一位是在武汉工作，一位是常住在武汉，所以可见的在武汉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因为相关个案现在在疫调中的有接触者的493人，其中12个人有症状，10个人已经排除，2个人持续在检验中。那至于我们在检验所，我们在我们的检疫所里面的，检疫所里面大家知道原来就已经有1个确诊的案子。那其他在医院的检查的几位送到医院，其他4位都是阴性。那至于在检疫所里面送出去的相关的化验，242位都采检完毕，那陆续在检验中。那目前只73位已经是阴性。然后今天早上也跟大家宣布，就是从即日起，邮轮都不能够靠台湾的岸。因为船石公主号这只游览船正月30日就捌来基隆港挖环，迄20个验出来的患者，拍算嘛有入去基隆市行搭。
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他就讲，代志若无查明，是会互大众真惊吓。啊，家人是林右昌市长是讲，咱市内公共场所拢已经有加强消毒了。车花邮轮全球公主号又有10个感染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目前已经有20个人确诊，包括1个台湾人。而且这邮轮8月1月31停靠家人港，准定20个确诊病例，敢有地落船旅游，引发家人市民惊吓。因为整个资讯并没有统一跟官方的说法，还有揭露，所以呢，民众会透过媒体来东拼西凑，然后可能资讯又对不起来，就变成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比较觉得说，这不单单是区域性的在地的人民的恐慌，我觉得应该也要作为大众整个台湾人，我们来说明清楚说现在状况是什么，让大家不用避免在这些未知的情况下造成担忧。中央防疫中心册立公告，为今开始禁止国际邮轮停靠台湾港口。不过，根据移民署入境资料显示，全球公主号拢总有2694个人，差不多有2000个人落船。团客会伫台北、新北，散客会伫基隆。时代力量这期，基隆市长林右昌是港务公司当然的董事，对这项应变反应有较慢。当然，从昨天开始，我们有针对一些相关的公共的一个场所，有进行消毒的一个工作。那比较重要的，其实还是去要透过疾管署去了解这10个确诊的人有没有他到底有没有下船。2月3号的部分，我们的疾管人员是有登船去做检疫。林右昌阁讲，大家是因为无了解才惊吓，SARS 死亡率悬，武汉肺炎死亡率相对较低，不过传染的速度较紧。若武汉第2摆包机登来台湾受到阻挡，林右昌表示，中国到大各地无政治，应该登去海基会、陆委会原本的沟通平台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啊，咱国按武汉带247个台湾人倒转来，不过到底啥人才有才调坐到这班飞机？目前证人是拢议论纷纷，讲就是伫咧负责制接两头的台商施正文春卡出手，悄悄甲连唔是台湾的国民都有法度去到飞机顶。但国民党是已经表明，若有党员去影响到防疫的工作，就会用党纪处分，这也互人看讲，就是咧和施正文切落开。伫咧进前包机登来台湾的武汉台商，有一名患者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了，武汉包机的风波就无停。其中确诊的病人加几落位旅客，互外界质疑根本就毋是原本有定登来台湾的台商名单内面，甚至为根本就毋是台湾籍。伫几天来，以台湾同胞反台救援会长身份对外发言的施正文。伊也讲，第2批包机登来台湾5定几落项的争议的发言，引起陆委会加国民党的不满。那虽然这个回家的路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艰难哈，不过怎样，他们回家了都很高兴。连续2天伫记者会对外发讲，较卖有政治味的施正文，和台湾基进党表出伊的多重身份。伊除了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总会长。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甲5行党部的顾问，另外伫中国亚洲北京市政协、苏州市政协、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也有河南、湖南省几落的身份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长等身份。因为几天来争议发言，国民党已经声明要约束伊的行为，那无会这次党纪。他用个人的身份呢，那甚至现在传出来他在名单，他也有介入跟参与，那这个都不是国民党所允许的事情，所以他必须为个人的言行负起责任呢，也要接受社会的检验。施正文是手机关机无对外回应，也毋过透过 FB 讲，伊绝对无安排家己的出来人坐包机登来台湾。强调只是以家长会长协会身份做救援，将来就无用任何的其他组织的名义，甲其他组织无关系。另外，湖北省台办的官员是希望台湾方面赶紧协助，也阁留伫咧当地台胞登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件代志，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伫咧院会内底答应，讲迄座按武汉载人倒转来的专机安排了，根本就是完全走精，决定无第2摆。伊阁只是讲，国内若要包机载国民，定着爱政府对政府落去打合，袂使阁凊彩互人伫咧中间抹壁双面光。啊，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嘛有针对这件代志进一步说明。对岸是不是有刻意隐瞒？
那我不做这么样的恶意的解读了。好，不过基本的医疗水平是值得商榷了。总共包机回来有3个在第一晚上做隔离检疫，那2位是阴性。但市长指挥官表明讲，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已经有指示，过来若要包机，要经过海基会、陆委会和中国迄边敲切，确定讲老人囡仔、辛苦病痛遐个较弱势的国民有法度再大生。卫生福利部立场就是人若来到台湾，就会尽心落去医治。但指挥官佫讲到，后迄个诊断确定的患者退烧药啊、食落，嘛去伫到飞行机顶。那这就是已经有要求，有食药的人，家己爱伫咧健康声明书顶头写说明。无食，原来会当处分。因为泉州公主号休点基隆港迄站落船游览的人客，讲捌去到9分啊，佫有故宫博物院，甚至是台北市101大楼行搭。昨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派人去9分啊街路消毒了。毋过台北市这边哪像拢也佫无震动。但郭文铁市长是讲，先爱查明遐个旅客到底捌去到倒一寡所在出入过，才来应变，毋免讲人讲一个影，就生一个囝。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1月31日停伫咧基隆港，载买我2000名游客的泉州公主号邮轮，初6上新确诊的人数来到20个。新北市初5是请环保局去9分啊老街全面消毒。不过，旅客也捌去过台北故宫、中历史，也有101大楼等等的所在行搭，台北市到搭也无动作。10点呢？固定会开那个防疫会议嘛，所以防疫有关问题他会跟你回答，还是那样细节我是不晓得。做什么事情哦，先确认了，所以应该把确实去过的地方出来，也不要就捕风捉影了，也不需要。台北市长郭文铁初6出席工商座谈，认为防疫相关的问题袂使看到乌影就开枪。若翠暗实名制初6正式就路，为咗民众透早就去特约的庙局来买。不过一个人一礼拜内敢若会使买2个，是毋是有够通用？郭文铁认为翠暗毋是逐工拢有需要，也肯定中央伫咧防疫工作的表现。大概我想不用1个钟头，大概就卖光了啦。需要的人才买的，你大概还不需要。其实不见得每天要用，其实在空旷地区是不用带的。台湾跟大陆那个往来密切程度这样，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封锁得住，这表现还不错。那自本定伫咧初5要转来台湾的第2批台商，因为登记的名单无下咱台湾所提出来，爱先以老人妇女也有囡仔为优先的这个原则临时划停。郭文铁强调，两方也是爱有沟通，也有互相信任的基础，才会使互防疫的工作更较顺遂。记者阿敏珍、陈玉水台北报道。来看香港这边，因为有人咧风声讲武汉肺炎会造成因甲中国中间的货运断站，过来卫生纸会大欠货，昨嘛引起真侪市民出来咧烧钱要买。香港医护人员继续咧罢工，按起来昨都超过2000个医生、3000个护理人员无去出勤。虽然香港人普遍拢真警戒，不过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公开露面，伊讲疫情控制了，效果是愈来愈有得看。民众过一个货架顶头抢买卫生纸，武汉肺炎的疫情扩大，毛多伫咧传讲卫生纸、米这款食的物件会无效。香港市民即马开始出现抢买情形。严格港府讲这是谣言，疫情并无影響中國內地加香港嘅貨運往來。曾經在過3條。另外來看，啟德郵輪碼頭，香港星夢郵輪旗下世界萬號，因為捌載過確診嘅大陸客，和高雄港拒絕停運，提前轉去香港。嚴格船頂所有嘅乘客加工作人員就係點伫咧船頂，等檢疫結果出來才能落來。而香港嘅醫護罷工也佫伫咧繼續，因要求來回中港嘅國考化全面封關。嚴格港府是以慢慢來嘅方式進行。香港醫管局伫咧初5暗統計，有超過5100人無上班，其中護士佔3100人。工會所公布嘅罷工人數更加多，有7000人。參與罷工嘅行動嘅手足係而家有大概7000人，因為我哋都要繼續同醫管局進行磋商，要確保員工係可以喺安全環境之下工作。另外，被質疑有幾多工攏無出現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後伫咧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柬埔寨總理洪森，公開講到疫情。當前呢，中國政府和人民正在全力的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啊，是同中国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这是习近平伫1月2日了第一遍公开行程。目前伫中国境内，武汉肺炎的累计病例数已经超过28000件，造成560万人死亡。习近平是强调，中国政府对疫情的防控采取上彻底、上严格的行动。伊也批评有一寡国家采取极端的限制措施，这并不可取。也讲比疫情更加可怕的就是惊吓。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讲完，咱来讲马来西亚，因决定讲要将病情摊开的地区遐，甲无必要的外交人员拢撤走。本地因宣布出来的范围嘛包含驻台湾的事务所。不过经过咱国外交部查明，现时马来西亚的办事处运转一切是拢正常。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伫咧发布疫情的报告的时阵，针对咱台湾所甲咱换过几落个名，大声讲咱叫做中国台湾，到甲昨所换讲是台北含四边的地区，但外交部嘛已经表明抗议，要求因着爱改正。中国爆发武汉肺炎，虽然未少城市拢有实施封闭管理，全球有约有26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为着防堵疫情，未少国家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出现12例确诊病例，马来西亚以外交部发出声明，要为疫区撤离无必要的外交人员甲家属，包括中国香港甲台湾3个所在8个办事处。台湾嘛受到牵连，但是外交部指出一切运作如常。今天早上最新消息。是马国驻台机构会运作如常，不会有任何影响。包括他们最近跟几个大学，还有这个几个文化的活动，就学术跟文化活动都会照常举行，没有任何影响。因的外交部长赛夫丁指出，包括广州、北京、南宁、昆明、西安、上海、香港甲台北的8个办事处，马来西亚的官员，佮加上驻外政府机构的职员甲家属，总共有298个人。马来西亚刚好拍算留外交部重要的官员伫当地。另外 ，WHO 逐天发布的武汉肺炎疫情报告，对台湾的用词煞一直出现变化，一开始用中国台湾，后来改做台北直辖市，佮改做台北。初5的报告内底是变成台北甲周围地区，以错误的名称来矮化我方，我方表达严正的抗议，并持续的会要求 WHA 来做更改。他们的立场一面呢导向中国的一个政府，还这个大赞中国政府的防疫的工作的一个透明度跟效率。我想呢，他们的一系列的适当的发言，还有这个错误的这个行径呢，我想全世界都看到了。对 WHO 偏向中国的行为，外交部强烈批评，唔那捌甲台湾的病例数写唔对。表示因的消息掌握度无够，佮修改台湾的国名，甲台湾列伫中国的一部分，误导其他国家甲台湾当作是疫区，造成武汉困扰。因会继续向 WHO 表达抗议，嘛会要求甲名称写对，强调 WHO 无甲台湾纳入，会是因的损失。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今仔日开始，佫有一项新的规定，就是中国的人民自即阵开始全面禁止入境。若香港和澳门的人士，按明仔载起入来台湾了后，就要互咱的主管机关掌握会到，家己在家观察14日，才会使出门行搭。中国大陆人士的话是暂缓入境啊。那港澳人士的部分是从2月7号起入境后需居家检疫14天。另外，外国人部分也会从2月7号起，在14天内，如果曾经入境或居住在中港澳的这个外籍人士，会暂缓入境。自2月初7开始，户口伫咧香港也是澳门的外国人士入境咱台湾，就要家己踮伫咧饭店也是徛家厝，隔开观察14日。这时间是袂用得出门四界行的。因为现时有袂少间大学，拢已经宣布要签到3月初2才开学。但像实践大学昨就紧急通知，香港和澳门的学生，上好伫咧2月12进前就经过来台湾，学校嘛有考虑到，因隔开观察的期间袂当出门行搭，会替因发落安排送3顿食。各地放休寒，延到3月初2才开学。实践大学校园拢无人，行政人员这礼拜为了武汉肺炎的风气，说是真无用。重新规定，初1开始，你来台湾的香港、澳门学生，要伫厝内检疫14天，已经赶紧通知学生，都要赶紧来台湾。
在这2天通知他们，在2月12号之前要尽快来。那来了以后要居家检疫14天，完了以后学校还要消毒，还要空几天让本地生能够住宿。伫出来检疫未当出关，未当坐大众运输工具，到台湾了后未能接送。另外，全校约250名香港、澳门学生有一半是伫外口做厝。到时阵免来送食的体温检测，在量早提出对策。目前学校是先确定送予香港、澳门学生一人一个，内底有14根喙安、泵针加大洗手的防疫包。那这部分我们目前就是请他们入住到学校，还是做集中管理，防疫会比较有效。他每天要量体温2次，那这2次呢，当然可以现场去量，那也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视讯来跟我们联络。教育部统计108学年，全台有16000多个香港、澳门学生，无算少。各大学陆续推出对策，嘛指出目前防疫不足，因为香港甲澳门学生2礼拜检疫并无问题。不过开学了后，香港、澳门新的学生并无健保卡，未当领喙安。这方面是希望会当由政府提供。记者综合报道。昨蔡英文总统由经济部沈荣津部长、国防部严德发国部长陪伴，去视察咱国内喙安的生产量上界济，其中一间厂商，伊嘛表明讲，按抵挡武汉肺炎的工课，就会当看出来讲，政府和民间有影是共心肝。民进党嘛，各项的立委已经出面咧鼓舞讲，若无辛苦病痛的人，唔免赶紧去药房买迄2块喙安，就要留互确实有欠用的人买大声。地方顶头穿防护衫入来生产作业区进前，该成喷酒精消毒。总统蔡英文亲身来现场了解喙安的生产状况，还有后备军人支援的状况，而且听第一线厂商的意见。在台湾遇到挑战的时候挺身而出，跟政府一起来努力，所以跟各位说一声谢谢。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果断的采取统一征购、统一调控、统一售价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我们口罩的稳定的供给。蔡英文表示，伫咧部分后备现役军人加入来喙安的生产线了后，即马喙安工厂台湾空降一天轮3班，24小时生产的产量已经拄60几万片，提悬做90几万片，已经是要全台湾生产总量的1/4。拄一届防疫会当看到政府甲民间是共心的。本来想说对禁止出口这一块有一点声音，后来到这段时间下来，才觉得说，其实禁止出口这个是对的。其实提早预防，幸好有禁止出口这一块，没有禁止出口这一块会更严重。在伫咧买喙安签名节正式开始的时阵，民进党真侪立委早起伫咧台北捷运站出入口发起我挺你生命的活动，现场阁有喷标语的大纸，共同呼吁健康的民众唔免急要领喙安。他们一定要先把自己顾好，才可以说照顾那些病人。他们自己病倒的话，我们医疗资源就会整个匮乏，所以我觉得我很支持这个活动。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倡议，那大家一起来用具体的行动来响应。也回应现在社会防疫的实际需求。民进党立委认为讲，目前喙安是台湾的战备资源，应该优先留予医疗人员甲其他更较需要的人。而且专家嘛讲，接洗手比刮喙安更较重要，呼吁民众应该爱做伙来响应。记者综合报道。听名买喙安的新制度今仔日起行，咱要摕健保卡7天内就会当买2块喙安。不过身份证号码买2若是双数，是轮到拜2、拜4甲拜6才会使买。卡数者就是拜1、拜3和拜5，哪礼拜号码就无分。真侪健保有配合的药局一透早，就袂少人去排列。有的所在，佫甲连警察嘛都要去斗指挥。也未到早起8点，多民众走来社区药局咧排队，等要买喙安。较无9点，排队人已经排到下一个巷仔口，各种警察维持秩序，抢到头一民众真欢喜。7点50啊，今天非买到不可啊，不然没有得用啊。因为以前去超商都没买到啊，所以今天就超商是他们24小时嘛，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买喙安爱什么节？7日开始实施，民众只摕健保卡到全国6500多件健保特约药局，对当买医用喙安。每一张健保卡会当用10块买2片喙安，而且7天内袂当阁买1摆。
新闻证礼盒的买数是上好的是每个拜2、拜4、拜6会当买，单好的是拜1、拜3、拜5会当买，第拜2这是所有人拢会当买。儿童喙暗加限制12岁以下儿童会当买，每一人上济会当帮一个亲戚朋友代买。台北市有689家的一个健保特约药局，那以成人口罩每个区域是每个药局是200份，那儿童口罩是50份的一个算法的话，那至少成人口罩是13万份。喙暗开始卖了后，身边使用的健保卡通过机器速度有较慢，暗个买流程阁算顺利。台北市卫生局强调，这个药局有200片大人的喙暗，50片儿童的喙暗。有一款药局下晡还是暗时才会开始卖，还有上班的人伫下班了后，冇机会买喙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昨花莲和台东这边要卖喙暗，送了有发生停单，不过单已经拢有定价到位咯。虽然这边面的健保药局和卫生所无法度甲全国各所在同款，伫咧早起就开放予民众入去买。不过花莲甲台东的卫生局嘛表明讲，自下晡开始，这个喙暗就会正常落市面，请民众唔免过头烦恼。初六早起，花莲邮局的邮差真紧，就甲正确的喙暗送到丰滨卫生所。毋过丰滨卫生所甲部立花莲病院丰滨分院已经甲备用的喙暗先提出来卖，互排队要买的当地居民。偏乡的部分呢，3个山地乡、富里乡卫生所还有丰滨分院呢，我们早上呢都已经如期顺利的来这个贩售完成。因为初5日是花东2县的新名节，喙暗送唔到，暗时还阁订送一届，要求需要分钟的作业时间。大多数花莲市甲台东市喙暗伫卖时间无法度甲全国同款，伫咧早起9点半就开始，爱等到下晡2点分钟整理了后才会当卖。真侪民众是白走一抓。就等啊，他说的。干你烦恼买袂到？会啊，因为爱用着啊。台东市区有部分药局早起也是甲全国做伙开始卖喙暗，而且佫真大心鼓励着爱上班的民众用健保卡换号码牌的方式，互民众会当毋免伫现场等待，就会使先买喙暗。因为台东县有2个离岛甲6个无健保药局的乡镇，初六早起卫生局嘛伫咧追踪喙暗送去的状况。目前除了人数因为海空交通受到风真头影响停驶以外，喙暗下晡才会送到位。目前除了兰屿乡卫生所，因为可能是运输的关系啊，还要隔一层海嘛，还没有收到以外，其他7个乡的那个卫生所都已经收到了。花莲县甲台东县的卫生局表示，2县的新名节喙暗下晡以后就会全部正常开始卖，请民众唔通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的肺炎，中国国内小卖市场嘛受影响。不过，咱台湾一寡食客往来石斑碗鱼，真侪拢出口咧销中国。今早起，农委会就宣布讲，会增加外销空运甲海运运金的补助，佫会提供利息较低的贷款，尽量助农友渡过难关。武汉肺炎疫情由来严重，中国因为消费市场紧缩，造成台湾农产品正歹出口。农委会盘点受到明显冲击的，包括食客往来石斑鱼甲碗鱼，短期内会协助农民来寻求国内甲其他海外市场来消化，嘛提悬外销的空海运补助。为了因应武汉肺炎，在2月到6月这段期间，所有的运费补助全部加码。以凤梨来讲，如果今天拉到日本，你本来是30块的，我们现在空运1公斤补助60块。农委会表示，已经准备大约50亿的资金，提供受到这波疫情影响的农渔民、农民团体甲农企业相关1.68%优惠价利贷款渡过难关。另外，针对过年期间回乡的大陆渔工，即马无法度回来，造成227只渔船无法度作业，提出营运的措施。我们已经启动跟劳动部，可以让我们短时间缩短，来聘用其他的海外的这一个渔工的部分。农委会嘛甲电商平台业者合作，提出消费国产农产品有红利拍折优惠，鼓励民众多多消费。另外一方面，农委会嘛呼吁相关产业团体，例猪仔、肉羊、土鸡、鸭卵生产自主减量，配合国内产销调节，来稳定农产品的价销。记者林俊丹从台北报道。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本地有计划要推动防疫纾困条例，
就是讲要骗特别预算，消透国内经济环境所遭遇到的困难。未来嘛通补偿，因为办公室不幸治病公务人员。不过，立军这边的立法委员分析讲，即马第一重要是抵挡这款病症摊开，因无支持立这条法律，因为安尼生，国民党嘛讲无得暂时打动。因为武汉肺炎已经摊开，造成观光等产业受到冲击。国民党团考虑过去SARS爆发对民众生命甲经济造成极大冲击，想比较SARS制定纾困条例，并500亿特别预算纾困。未来嘛针对执行公布感染人员予以补偿。不过，民进党认为现阶段重点是伫防治，对立法不表示支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防疫做得对还是不对？那目前为止，我们的防疫全力在做。我相信全民的舆论的反应也是很正面的。现在有这样的中国肺炎的这个状况，好，那未来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这个社会上的风险嘛，好，那其实可以通盘的来做这个检讨跟处理。这个防疫条例主要是资源的运用以及它的一些行政处分，可能更有效率。但是执政党不买单，那我们就暂缓吧。国民党对纾困条例将慢推动立法，原定初期举行的公听会嘛暂停。不过立法院拿防疫立法咧小演，因为正前立法院长的指证，有国民党立委投唔到票，外界传出目的是要互党内亲中派好看。不过国民党团是好认，国民党立委认为对加急动员规定开始有严格执行当嘅必要。党纪要人落实，最后还是要靠党中央，所以党团这部分。我想今天大家应该会有充分的讨论，那也希望能够这个达到共识，做成决议啊。那立法院的开议日期，国民党团也主张下礼拜14开议，民众党团甲时力党团认为应该初7，不过有主导优势民进党只是拍算到21。那正式开议日期，该等下礼拜调研合商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这边副总统的当选人赖清德是伫咧美国拼外交。美国的时间2月初5，伊去到美国白宫内底国家安全会议拜访，这也是中华民国和美国断交到今，咱派出去拜会美国国安会阶层上界悬的政府官员。面对媒体所问的问题，赖清德面带笑容，不过拢无表示意见。赖清德是伫咧2月初5下晡1点，入去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会议，和美国的官员会谈将近70分钟。白宫当时也未公布和赖清德会面的内容，赖清德下落阁会出席美国为国祈祷的早餐会，打算会当着川普总统。这摆访问美国，也是中华民国和美国断交到今，咱派去访问美国白宫阶层上界悬的政府官员。国民党中常会昨同意通过无党籍的立委布坤琪复原国民党党籍的身份。花莲县党部是讲，中央根本就无尊重地方，这也无下行政的定数。布坤琪本人敢若表示，伊一路行来，拢是为着国民党咧顾花莲的地土，党籍有通复原，伊也替党中央伫咧立法院斗出一份力。听到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布坤琪的党籍恢复，花莲未少基层的国民党员表示不满，无得了解为怎由布坤琪伤害国民党这么深，分裂花莲选票算了后，党中央才能争做无代志。非常愤怒，因为我认为国民党没有征询地方所有党员的意见，也没有征询地方党员对傅昆萁在花莲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来所做的一些政治上的算计，所以我们非常的不同意，也非常的不满。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各是以拨下行政厅数为理由，要求党中央讲好清楚。先生的所属党部叫做黄复兴党部，所以应该是由黄复兴党部来呈报他回复党籍的事项，而不是由中常会来提案。不过，国民党中常会认为，国民党伫立法院有38席，算是上大在野党。不过也是少数，和布坤琪等国民党那是听说有问题，会甲地方党部各在参详。傅昆萁先生过去其实对于国民党在各项的重大的法案上面，包括这次的立法院长、正副院长的投票，都是支持跟赞成的。所以昨天等于是中常会是无异议通过。外界参加的噗噗，布坤萁本人是安尼讲。我从政以来将近20年，一直都是正蓝。国民党尤其此时，在大败的这个时刻里面，更需要更多力量，大家团结在一起。
那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黄客家，这时身体无爽快，无愿意回应，和支持者更加唔甘。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正月31，远东航空已经和交通部废除载人客民用航空许可证。不过公司这边讲，也是有要投资的人下心情咧争取，让公司有机会搁再复飞。唔只目前也有800外的员工照常上班。不过昨是初五，远东航空薪水同款发无出来。台北市劳动局早起也有去远航公司劳动检查了。远东航空伫2月初5无发1月薪水，自12月13停飞以来，总共欠员工2个月薪水。有真侪员工伫相关网站探讲，头家讲要发薪水，结果拢无入效，唔知要如何是好。台北市劳动局伫早起到远东航空做路检，发现员工依然正常上班，希望资方赶紧发薪水，若无会连续发。公司也还没有歇业的一个事实，所以就没有所谓要走到那个基线公司垫偿基金的一个制度。那我们还是要呼吁公司要赶快就保障劳工权益优先，赶快就经营决策来做决定。其实台北市劳动局长陈胜如已经伫拜三早起到远航，甲6位劳方代表、甲26位员工代表座谈。陈胜如讲，会做劳工甲资方的参考。透过劳资会议的形式，向远航的资方提出协商或者是劳资争议的调解。远航发言人讲，目前主管正伫咧研究后一步，也是希望会当复飞。投资人可能在这方面就要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来处理这些付费的相关程序以及认证的作业。那但是员工这部分呢，我们公司大概今天也会有一个对员工的一个说明公司未来的方向。远航讲。伫12月停飞以来，已经有100多位员工办离职，不过大部分的员工依然希望投资人的资金赶紧到位，主要是正常上班。公司会伫咧内部会议了，对员工提出公司未来的营运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到底远航是安怎样拍算？人讲一样米饲百样人，戏边骹有迄款人，戏边顶就有迄款人。啊，屏东戏剧故事馆新年度头一档的展览。邀请按婚林来木艺堂，展览因所刻的北家将罗车，佮有电影三太子甲日本的阴阳师，才会创新的布袋戏红啊！会一直展览到4月中旬，大家有闲就来去看卖。即阵伫屏东戏剧故事馆展览的罗车、北家将、电影三太子等等一寡戏红啊，插雕含衫拢做甲真有路、真成人目。其实这拢是婚林木艺堂的作品。屏东戏曲故事馆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以歌仔戏、布袋戏还有皮影戏这3个剧种去做主题的策展。那这一次呢，特别从布袋戏的故乡就是云林，邀请了木艺堂这个策展的团队，那来展出它的自创偶的部分。那它上面的衣饰还有它的道具也相当的精致，它主要是着重它在视觉的上面的表现。人拢讲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木艺堂创办人彭志明自细汉就是布袋戏迷，对看戏、收藏戏红仔到家己做红仔，伊坚持保存传统布袋戏文化，嘛结合新创意。像即届展览4个主题区就有无同款的特色。我们这次分为4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次最新的作品，就是这个哪吒还有敖丙，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边8家将系列。对我们木艺堂自创的神威家将，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款美术是真人的彩妆和雕刻技术，唔但呈现故事和角色的个性，嘛通展现布袋戏文化的多元价值。上重要是继续把布袋戏推广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理。咱讲布袋戏红仔的文化，掌中戏。专家学者咧研究，上无已经200-300年啊！啊，你甲看中段元帅李罗车，这《封神榜》内底一个重要的角色，啊嘛真侪人吼，即马是真正当作神尊咧拜哦。咱就来看讲古早戏文内底李罗车什么款的形象？李罗车就是大声去闹东海，好甲讲四海的灵王去请玉帝玉旨来到因兜，要甲因老爸李靖来计较。但四句连讲，罗车随时转来到四海灵王伫因兜，李靖互人背业后，玉旨放伫暗道头，罗车要替因爸死，灵王甘愿接放伊，
刻骨兴悲顺天理，刻肉兴武追孝弟。实在讲，国政看到这个四句联，嘛感慨讲，较早的人有影咬偏古，7岁落车囝，幼囡仔尔，脚踏风火轮，真正有才调讲，闹甲规个东海，将灵王的三太子掠起来抽灵筋，结果玉帝要裁判，四海灵王来到因兜，要裁判李靖托塔天王，就要替因囝食罪。落车讲，等我替阮老爸死。刻骨兴悲，刻肉兴武。这过去若咧看《封神榜》，真正看甲会感动。就是因为安尼生，所以落车的师傅太乙真人，才用莲花，互伊附灵魂，莲花化身。毋只系讲咱即马台湾话一句话，咧讲莲花化身，这就是表示讲脱胎换骨。过去甲即马无相共，这就叫做莲花化身。国政迄个人较早就弄榴莲。但伊即马吼改头换面，已经收骹洗手，已经晓反悔啊！即马头路吼，原来做了，甲人有坐徛真照起工呢。安尼就是讲做莲花化身。讲，我嘛想到，搁另外一个，咱伫戏文内底定定看到的神尊，因为正月的时阵，咱咧念讲11请囝婿，12查某囝转来食暗糜啊配挂菜，13关老迎生，14月光，15元宵暝。人讲正月13，就是关圣帝君得道的日子。永早戏文内底安怎样咧讲关公呢？讲伊安怎尽忠，安怎尽义，周朝送伊箭炮，结果伊将老爸送伊迄领箭炮踏外口，周朝送伊新的箭炮则穿内底。关老爷回答周朝，讲丞相，请你听我禀，迎新起居是小人，我将巨炮穿顶面，这就是代念大哥的巨因。念歌的人4句联念来到遮，伊继续赞，咧教人道理，讲我歌念到遮真感动，劝人结拜就学关公，真情真义坦白讲，神因虽好故难忘，正就是这款忠义参天的精神。关圣帝君才会对戏剧中间改变做神尊，互人真正尊敬。尊敬讲正月13关老爷生，关圣帝君忠义参天。过来，国政要阁甲所有观众朋友，咱来报告中华新港遮。中华新港蒜头园即马刚开始咧收，毋过有真侪种蒜头的农友心肝是无通清，因为天气寒热变化，搁再因为过年时落几落天的大雨，园林的蒜头若毋是去互水伤着，就是发了伤过细粒，估计生产量尚无减有5成。无采讲产地咧收的价钱有较起，大家嘛是无通趁到钱。农民伫咧田内底采收蒜头，即马当是新港乡的蒜头采收期，但是农民煞笑袂出来，因为这段时间气候变化大，除了连咪寒连咪热，过年还阁落大雨，结果互蒜头结球伤细，根本就卖袂出去。产量初估上少减少5成，农民要靠无目屎。较早拢炒15斤，莫讲伤过迄落啦，炒15斤啦，都炒定报啦，炒一半。一半的钱，你该想讲看偌济咯？拢收无啊，迄剩到几个，剩无几个啦。我讲做世人安尼真艰苦呢。我想讲，我想讲来看安练安尼，我看了目屎咁要流落来。除了结球伤细的问题，还有农民的蒜头田因为大雨淹水，差不多拢泡烂去。农民表示，国内蒜头大部分拢是分林的，但是中华的新港蒜头采收期提早了差不多3礼拜，而且品质一直拢比分林蒜头较好，所以伫咧市场顶悬大概抢咧买。虽然目前收的价钱每台斤起了5块90块，来到45到50块之间，但是产量大减，农民损失袂少。可能是因为气候因素所造成，请有减产之农民呢，等于说尽速跟公所做通报，以利县府掌握实际的受损情形，让争取农民的相关福利。中华关农业处表示，虽然中华新港并不是国内蒜头主要的产区，不过如果农民天然灾害农损的面积达到20%，嘛是会使向中央来申请天然灾害救助，会来协助农民进行统计。记者中华综合报道。中华公园咱来讲分林，因为歇落的期间要前2礼拜，有真侪弱势的囡仔食食方面嘛真烦恼。他到民间的企业捐2000只土鸡啊，互家扶中心，望要互生活较艰难的学生囡仔嘛通食一个补，增加抵抗力。分林县政府是宣布会继续办理幸福保卫站的政策，
互遐较弱势幼囡仔摕餐券，就通去便利商店换食室，看顾因袂去枵着。将一箱一箱的土鸡搬上车，要送到受云林家护中心帮助家庭，因武汉肺炎影响，目前全国高中以下学校寒假延长2礼拜。有10批业者烦恼弱势家庭食了无够营养，捐出2000多只土鸡要给家护中心。关心到我们家护中心的我们的帮忙的家庭需要增加抵抗力也希望我们这一次在这个防疫能够安然过关。每一个家庭都给他们2只鸡，然后让他们可以炖鸡汤递给精可以去补充营养、补充免疫力这样。云林家护中心表示，目前家护中心帮助的家庭都有1000多户，总共2000多位学童。这3天会完成土鸡的发放。至于文管府为着要照顾弱势学生，寒假期间每天都会分送1张5块的午餐券，但现在延后开学，幸福保卫站的政策又来延长2礼拜。跟4大超商合作的幸福保卫战，那这当中我们提前因应这14天，所以呢，我们在学校里面也针对所有弱势族群这14天当中的营养午餐，我们一样透过4大超商来提供。文管府表示，这个寒假期间，原来总共有4000多位的学生领到餐券，学生都会当到就近的超商来用餐。目前各厝嘛已经来加印餐券，在何进前会将餐券送到学生的手内，要囡仔在这段期间确保莫枵着巴肚。记者为您报道。咱过来讲中华和美道东文教协会邀请一寡书法家做伙汇集，为新年开春开笔写大字，所写的是正人拣出来今年上界期待的一字，就是健康的康。望讲家主处年，武汉肺炎的病症会当赶紧控制落来，大家拢平安甲健康。看这气势你就知要练过大字健康的康这字，望金主年国泰民安，国人的身体拢健康。中华和美道东书院的毛笔老师组织做伙，写出对新的一年的祝福。本会的书法大师来执笔来挥毫现场所有今年呢由我们所共同选出的题材字是平安康的康。新春开笔是文艺界重要的传统活动。和美道东书院逐年伫咧新春的期间，拢会互会员竞出一个年度上界期待的字。今年逐年经健康的控制字，就望讲武汉肺炎的疫情会使量早控制掉咧，大家拢恢复健康。每一个来宾可以有随自己的意愿写出一个吉祥字而且我们写完呢，我们赠送这一支笔给他带回家。道东书院毛笔老师表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写字的所在特别拣伫咧空旷的地点，活动也较简单办。望参与的民众甲因内心祝福的语语写落来，望大家拢身体勇健、平安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公园，咱搁来讲台中，今年台湾灯会后日特别点伫咧台中后里开幕。这摆有一项较特殊的设计，叫做宝岛现光巡逻队，就是用回收的电动车顶改做一台一台会使徛咧走的花厅，形体有气泡有羊桃，嘛有互人亲像单衫5娘的男主角陈碧卿同款，徛去世界佚佗的白马，实在真卡奇。咱嘛做伙来眼界一下。5光14个灯会，一台比一台搁较深色。有台湾的好食物啊，嘛有草莓车、杨桃车，搁有白马走干那杯。这是2020台湾灯会的行动会场，宝岛现光巡逻队结合艺术甲科技，毋是徛伫遐等人去看，灯会期间会家己徛出来，互游客欣赏。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创新，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创新的科技跟艺术结合的动态的一个花灯来呈现给我们到所有这个2020灯会的所有游客们来做个欣赏。负责规划的新媒体艺术团队表示，这车是用回收的电动车去改的，因克服技术的困难，创造又阁水又阁环保的特色花灯。我们其实在挑选，又不希望说我们用真的，比方说汽油动力的汽车来载动，我们希望说还能够更环保一点。我们希望说用电动车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这次去找了回收的电动车来进行改装。台中市府表示，总共7大主题的夜光游行车，伫咧灯会期间下晡3点到5点会展开游行。民众来到后里的园区，就会当看到这个4个行的元宵灯，过一个5彩的元宵节。记者综合报道。正月15庆元宵，大家拢会举高仔灯，分啉水拿番薯社区食。
有一阵爸啊姆啊特别去资源回收厂，捡一罐5岁10色的塑胶干仔挂，才去学校教幼囡仔做环保的花灯。老工钱一个教一个学，双边拢欢喜。囡仔兄、囡仔姐甲落过空的挂捡好济，才搁用红线卷做一竿。伫台顶甲大家做元宵节环保花灯的时代，是云林水林乡韩集社区的志工阿嬷。为着推广环保，也搁有艺术的概念，因专工去文政国小教囡仔做花灯，小朋友是拢做甲欢喜甲。如果没有把它烧掉，反而做成艺术的话，我觉得会让地球更好。做起来吼，真水啦，搁真简单啦，有人要做我会使甲教。甲无共色水的挂结合做伙，再搁更金色的珠仔，一罐一罐的环保花灯，唔那水，也互社区的时代甲囡仔有机会斗阵学习甲交流。摕这灯来安尼来甲开发这种灯笼，建设互因一个个人的纪念品这个让小朋友动手做一做，这样子一个活动呢，做结合。学校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办理。正月15就是元宵节，加用回收搁再利用的概念所做成的花灯，也互韩集社区加了真侪过节的气氛甲艺术的色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民主党当伫咧举办总统提名的初选，有参选的几两个现任的参议员，嘛拢搁赶返去首都华盛顿。就是要转票弹劾总统川普，总是参议院内底共和党顶较多数，买手弹劾总统川普2项条款拢无通过。2/3 of the senators present not having found him guilty of the charges contained therein, it is therefore ordered and adjudged that the said Donald John Trump be, and he is hereby, acquitted of the charges in said articles. 弹劾案无成立。民主党镇压这边真生气，严格讲到话也是真无认输。We sought the truth. We did everything we could to get the truth. The American people believed that and knew we were fighting for the truth. 共和党镇压这边是心情真好，认为对手政党犯严重的错误。They thought this was a great idea, and at least for the short term, it has been a colossal political mistake. 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自一开始无啥怀疑，到尾是尽全力推动弹劾案。共和党镇压认为，佩洛西知影弹劾案最后也是未成功。不过，美联社分析讲，民主党内激进的左派势力声势真大，佩洛西是互人拖落水。弹劾案伫咧进行期间的民调显示，认可川普政绩的比例从任内升悬到49%。另外，认为川普应该被弹劾嘅占46%，离投票率也个8个外加，选情要怎变化也个真歹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欧洲和亚洲中间的 Turkey 这国，伫咧2月初5发生有飞行机冲出跑道尾流，当作3个的意外事件，就是因国内飞马航空公司一只载人客的飞行机要按机场降落去的时，拍算是天气的影响所致。飞机降落到土面却挡袂住，结果冲出去跑道上尾流，规只断做3轨。这站意外目前上无已经有3个人死亡，179个人受伤。这台上来飞机机身破一大坑，机舱内面的椅仔也压甲亏死过。救援人员弄去破去的机身内面要找人。这台飞机同齐几落载的行人的情形，发生伫咧土耳其伊斯坦堡。当地时间初5，联航的飞马航空一台波音737-86J 航班编号 PC2193的客机，伊降落伫咧萨比哈格克前国际机场时阵，到涂骹了停袂落，果用正紧的速度向前冲了50-60公尺了后，才到跑道的前方，深差不多30到40公尺的水道边，规台飞机当做3节，机身还阁捣毁。代志发生迄当中，有真侪乘客自机身的壁旁爬出来，走到石膏顶头等待救援。代志发生的时阵，机顶有超过180人。175 yolcu, 2 bebek, 4 mürettebat ve 2 pilotumuz var. Şu ana kadar hastanelerimize, civardaki hastanelerimize 120 yaralı taşıdık. 这件意外也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179人受伤，机场也暂时关闭。
当地政府讲，飞机伫咧降落时阵风正透、雨正大，可能因此互飞机停袂落。不过详细原因还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8度到24度，中部20度到26度，南部21度到28度，东部19度到24度，今仔平湖11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